我用500蚊買咗個 Dior 嘅袋，超級貴。呢度嘅話咧係有我嘅聖誕禮物啦，有我自己買俾我自己嘅一個禮物啦，同大家嚟做一個開箱。我想買咗好耐啦，但係一直喺度猶豫緊嘅途中，佢出咗一個新嘅設計，所以咧我就即刻落手。好靚啊！真真，佢呢一個咧係一個電製嘅一個 cover 咯，佢係可以自己去揀呢個底嘅顏色啦，同埋上面嘅裝飾。我諗住咧放喺門口。最後一個基本款嘅新衫，3個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嘅小物。我而家嚟拆下一個，係一個 Dior 嘅一個聖誕嘅套裝，好靚啊！佢呢個係超級聖誕 party 氣氛，9萬蚊左右。2支唇膏，再送多支唇膏。呢隻幾靚喎，呢隻我 OK。重點來了，我另外咧買咗呢個鏈同佢拼埋一齊，孭起嚟就係咁樣嘅一個感覺。最後就嚟睇我嘅聖誕禮物。其實好耐以前我已經好想買呢個咖啡機嘅啦，但係咧我就覺得好似未係真係好必須要多方面嘅考慮。之後咧咁我就收到呢一個咖啡機，又係做緊優惠啦，8萬幾蚊咋，超級靚。佢係呢個 Ivory， 我咧係俾埋呢一個 capsule 12啦。下次如果有機會咧，再拍更多嘅韓國購物分享啦！提前祝大家聖誕快樂！